在即马对面应该是真好啊，你哪有人找阮？就是因为这件代志，我心肝来足烦的，唔敢专程走来这，请你甲我斗相共。秋香的3分7票已经互我拍乱啊，人起笑，东北好无可能搁再爱伊啊！你还阁有啥物通我烦恼？就是因为秋香伊即马起笑，逐工都在空空颠颠啦，啊配好无微无至拢在身躯边咧甲照顾，连要甲我看一时间都无。秋香起笑啊，东北好，还阁对伊遐尔好。我嘛想袂到讲，我下药啊，互伊老体，配好搁遐尔珍惜伊，我也要气死哦！好女叫！真正是你害秋香啊！你来这恶毒啊！你敢拍我？我若无拍你，要来对得起秋香呢？你下这款毒手，我今日就要拍死！你足袂见笑的呢，是你家己先来变心去爱别人，今摆搁敢伫咧外人的面头前拍某，你是算啥物查某囝哈？你是啥物人啊？是咱甲如果要陷害秋香？阮是咧替如果出头，天下间的细姨拢爱死，这有啥物事？这是阮家代志，等下找你解决。呀！蔡文公，呀！来救我，蔡文公！蔡文琪啊，你有啥物主动我？咱得来看卖。真正是家门不幸啊！好如玉啊，阮当家是甲你有啥物亲手大婚？你竟然下药，害死秋香巴肚内迄个囡仔，迄是阮当家的后悔呢！你安尼做，敢对得起阮当家的历代祖先啊？哈！从今以后，阮当家吼，无有你这种这么恶毒的新妇啦！阿妈，请你原谅我，我知我唔对，我有敢唔敢？阿妈，阿爹，我有一时的糊涂，再犯这么大的错。阿爹，我求你体谅阮阿爹，咧做太守的时阵，对当家的温情，你搁给我一摆机会好无？我予你一摆的机会，是安怎你唔肯予燕儿甲秋香的骨条，予伊一摆活命的机会？亲像你这款恶毒的查某，我当家要我大我再用阮遐啦。要若是伊俩爹呀，我会去找伊解释，请伊会谅解。太好，太好！我就是因为太爱你，我才安尼做。我是惊失去你，刚刚你袂带两个咱阿某感情，你真忍心要甲我挂出去心，好？阿兄，袂用的啦，像阿嫂叫下个这样凄惨吼，你这摆袂用忍心的啦，啊无你会对不起像阿嫂啦。老条，我拜托你，你莫可能讲落去啊！你帮我一条生路，我这世人的感觉。当初是你也无想看卖，像阿嫂伫花府的时阵哦，你甲害伊失去了名节，伊才能用死来表示伊的清白。啊，这摆你搁害伊老体，即马人搁伫遐起笑，一个家某搁想要用死来解决，你拢无替想看卖，留一条生路哟。别好，我求你别好。这是休书啦，对即摆开始，你毋是我东北好的家。是你家己先来变心，即马煞颠倒来怪别人。
阿叔，你在创啥？那是休书别人带掉啦。阿叔，你安尼咧创啥？我叫你唔通怪卢玉姐啊！其实对不起东家人是我。秋香啊，你即摆是咧创啥话啦？你紧起来，你免替讲情啦。我已经决定要甲休掉，你吼，我袂好你受着伤害啊啦。起来起来，起来。你袂当安尼死做。其实我一直惊卢玉姐会比我先有囡仔，所以是我一直伫伊食的物件内底下药啊，害伊袂当有生。爱离开东家的人是我，毋是卢玉姐啊。你即摆是咧黑白讲啥话啦？我唔相信你会安尼做啦。我讲的拢是事实，应该互休掉的是我，毋是卢玉姐啊。唉，东家到底是做啥物孽啊？安尼啊，这是我炖的鸡汤，要互你补身体的啦。补啥物身体啦？免啦！一个鸡好好，你看咧比甲农家山体，东家的历代祖先哦，通我去请罪啊啦！因为妈，阿爹啊，是的啦，我实在真见笑，互恁两个替我烦恼。昨秋香讲遮尔济笑话，伊一定毋知伊甲恁黑白讲啥物话。我相信这毋是伊的本意啦。起来，金孙诶，你起来啦！阿嬷知影啦，这秋香哦，是一个乖巧佮温顺的好孙新妇。我相信啊，伊绝对袂心肝这个香去下药啊，要互卢玉讲袂生啦。唉，这大家拢知影。如玉一直真反对秋香加入咱党，三番两次想要陷害秋香啦。而且我发现哦，这如玉要找迄两个查某参详要陷害秋香的代志，无定定如玉是互迄两个查某来煽动去的。什么啊？秋香甲你无冤无仇，你是还要害伊？董必好，你较注意。卡叔，我若是真正想要害秋香，伊就是有10条性命也死无够。你今日甲伫遮大细声，你是毋知阮的厉害性？我唔管你偌厉害啦，我当面迄落徛在遮，看你要对付我。你是要找死啊？小红，董必好，自从你娶了秋香这个细儿了，伊就对你的大某无要插伊。互你甲秋香受一点仔教示，嘛是应该的。也毋过，阮并无叫卢玉下药啊害死秋香腹肚内囡仔。你甲就错，秋香闹这代志，真正跟你无关系。哼，要信唔信随在你。要怪就要怪你家己，对卢玉无情无义，你只会做出这种代志，谁叫你见一个就爱一个？迄是因为你唔知啥物叫做爱，才破坏咱的家庭。你敢知我甲秋香会当为着对方的幸福来牺牲家己？我甲秋香真心的相爱啦。就准讲你甲秋香是真心相爱，你嘛无应该甲胡卢玉休掉啊！我甲如玉是奉爸母之命，佮再讲我嘛对伊袂歹啊。也毋过自从秋香入门了，如玉表面上对伊真好，也毋过私底下一直咧欺负伊啦，甚至下啊害秋香来闹体。我即马无甲休掉，敢讲爱等伊做出伤天害理的代志，才甲休掉是？你讲的是真实的，那呢？是阮去互胡卢玉骗去啊！董夫人，请。董夫人，董相公公叫你在这等伊，伊会转来看你甲囡仔。你人说，要转来看我甲囡仔？
是啊，伊叫你在这等你，你莫后别走哦。好，我袂后袂走，阮阿妹等来看我甲囡仔，我袂后袂走，我会踮遮等伊。就这样。已经倒转去，这件代志不准你上个看，啊无，叫过你知影吼。是。你敢有看到咱的囡仔？伊生啊足乖，足水的呢。哎呦，这囡仔有较水啦。你嘛安尼感觉哦？我感觉哦，伊就是阮翁当较好的哦。啊，不过，拢无人相信。对，伊个是阮翁嘞，当较好，真行哦。你嘛安尼感觉？对。啊，你看，囡仔伫遐，伫头前讲，你讲，我无看啊，你行过你就看到啊。无啊。好，你讲骗哦，你是毋是歹人？你是要害我？你看一下，你要看一下，快点啊！受了，谁叫你甲我烧地啊？要怪就爱看较好，怪出来入东家。小阿嫂，我以后已经。阿嫂，阿嫂，叫阿嫂，哎！那这只海啦，叫阿嫂这只对啦，叫阿嫂，阿嫂，系啊啦，你叫阿嫂叫无去啊啦，啊又来遮无？秋勇无去啊？啊，伊敢是伫房间？哪有啦？啊，拄则我就去抓药啊，就阮头倒转去，都无看到伊个人啊！啊，咱厝里才4、5点钟，我嘛找过，拢无看到伊个人啊！我前拄啊，对拢一直伫遮咧念经忏悔，啊，无看秋勇一摆啊！啊，安尼害啊啦！啊，秋香伊个身体安尼出去足危险的，万一若出代志，阿妈，阿爹，您放心啦，我含主长分落来找看卖，一定平安甲秋勇找到转来啦。紧去，主长啊，讲对啦，你若含伊斗阵去找啊，较紧的啦。好啦好。安尼啦。哎呀，就阿嫂伊。哎呀，拢是我无啦，我照顾树阿嫂，我该死啊！哎呀，你敢骂你骂我啦，好不好呀？卖个讲。秋瑶，我已经知我唔对，我要改过自新。你说最近去，你看面包联系给我的无？你叫我干什么样的安心？秋瑶，是我害你，应该是我。我甘愿用我性命来换你的命，会当互你活起来。阿嫂，你别安尼啦！做龙代志。阿爹，你欢喜啦！我去陪秋香啦，你我心唔知得过。好啊，主长啊，你的心意，秋香，甲阮大家拢知影。阮若搁怪你嘛无路用，咱即马大家拢生出来，好因你甲
家己一个人静静踮咧吃。因你啊，你心肝内的痛苦甲伤心，阮大家拢了解啦。秋香啊，过身遐尼啊久啊，人事是不能复生，你千万都唔通想袂开，去做迄种戆代志出来哈。阿妈，阿爹。因为有一个请求，希望你会当成全。因为你想要住在这，陪伴秋香，替伊照灵衫。希望阿妈、阿爹，你会当成全。好，乖孙的，好啦，你起来，阿妈答应你啦，吼。注定，我无伫厝里时间，囡仔加费心照顾阿妈家己，知影吗？知影啦，兄。好啊，咱来去，金孙的啊，你家己都要好好保重身体哈。伊目睭背好紧，快是上来啊！秋香，你无路用，你甲秋香害死，你即马变做鬼啊，绝对袂放你煞，你惨啊！